嗱，大家睇我試咗咁多情懷車啦，咁其實情懷車每部個車齡分分鐘都20-30年以上㗎啦，咁所以每一次我試啲情懷車之前呢，都做足3項嘅準備功夫嘅。第一項咧就係散熱水箱嘅存水量啦，因為畢竟咧好多我哋試嘅情懷車車齡咧都超過30年甚至40年，咁對於佢水箱嘅存水啊或者佢個狀況咧，我都相當之關注。咁另外亦都有部分嘅情懷車因為係由外國入口香港嘅，佢個散熱系統未必適合我哋嘅亞熱帶天氣，咁所以咧喺行車期間咧，我亦都會關注水溫嘅變化。如果發覺水溫異常嘅話咧，我會第一時間停車作出最快速嘅檢查嘅。第二項我會檢查咧就係引擎嘅機油存量，或者我哋叫機油啦。機油喺引擎嘅運作裏邊咧係擔當住呢個潤滑同埋保護嘅作用，所以如果機油嘅存量不足咧，對於引擎嘅運作會出現一個好大嘅負面影響。至於對於呢一類嘅情懷車嚟講咧，有部分車主可能擺放一段日子，喺不知道嘅情況之下，有可能會出現不同程度嘅滲漏嘅。咁所以每次測試呢一類情懷車之前咧，為確保安全，我都會檢查清楚機油嘅存量係咪足夠。第三項，我個人認為最重要嘅咧就係制動系統啦，因為我哋必須要確保一部情懷車喺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以作出減速甚至停定為止。咁所以咧，每次測試一部情懷車之前咧，我都會喺着咗引擎嘅狀況之下，將部車留前，然之後踩動腳掣，睇睇個制動嘅反應啦，以及佢制動嘅行程到底有幾長，確保可以隨時將部車減速同埋停定嘅。搞掂，行得。嗱，不過車大叔喺度提一提大家，除咗情懷車之外咧，一般車輛都建議大家定期作出呢啲檢查。